發哥呢個 Leo 就喺度，得啦，得啦，可以你中意點都得啦，而家你想降落又好，你想再飛又好，你想去校個慢速啊？而家係中速嚟嘅呢個，唔使嗱，你掉頭又飛翻出去咯。發哥新里程啊！兜埋停車場啊！喺個艇嘅左邊出，跟住喺右邊翻嚟，喺左邊翻嚟就得嘅。左邊翻嚟咗，停車即刻翻頭先個位。